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資訊365。黃大仙地鐵站啊，發生功夫切磋事件。喺周日19日嘅晚上6點鐘，片段一開始已經見到動漫中嘅天馬流星拳，佢哋互相過招。咁事緣係一對年青夫婦喺月台搭 lift 嘅時候呢，與兩名64歲嘅男子疑因碰撞發生爭執，雙方起初互有言語，之後情緒激動，睇怕係發揮呢個小宇宙咯噃。天馬流星拳，咁大家都知道啦，呢個天馬流星拳出拳係好快噶嘛，每秒百幾拳嘅，睇都睇唔清，所以場面一度混亂。我估計佢哋因為太耐冇見啦，所以急不及待咁切磋武藝。咁呢個時候咁好多人已經嗌佢哋停手啦，停手啦，但佢哋依然互相握手喎。咁再三勸說之下，佢哋先停低落嚟。好啦，呢個時候港鐵嘅職員到場啦。咁有人第一時間就話叫差佬唔該。咁港鐵職員都 call 埋啦，總數3名港鐵職員到場協助。咁2名64歲嘅阿伯我感覺佢都精神 OK 喎。嗱，真係食過夜粥就唔一樣噶。而29歲嘅男子喺度食緊番茄醬喎，依然唔忿氣喎，仲想上前切磋。現場職員不斷勸阻，不斷勸說。咁有一位64歲嘅男子疑似唔舒服，唞緊大氣。咁港鐵嘅職員不斷了解情況同埋維持秩序，等待差佬到場。後邊鏡頭睇到，哇，原來呢名29歲嘅男子食番茄醬食到成件衫都係，仲話唔知咩嘢唔見咗添，喺度揾。咁後尾唞大氣64歲呢個伯發現有人拍攝，竟然衝埋嚟話拍攝者犯法啦，咁樣拍攝唔啱噶，犯法噶。之後俾職員勸說，叫佢行翻埋去。咁報道又指警方翻查閉路電視之後以涉嫌喺呢個公眾地方打行為，拘捕2名64歲及1名29歲男子。據了解2名比較年長嘅男子為朋友關係，事後感覺不適，由救護車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療。咁29歲嘅男子則額頭及面部有茄汁，手部亦都有擦損，同樣需要救護車送院治療。咁成件事嘅來龍去脈我都唔清楚，亦都唔方便作出評論。但係點都唔應該武功切磋，講咗好多次噶啦，已經唔啱嘅話，你講到啱，實在唔得嘅話就報警咯。咁又唔知道各位觀眾有咩睇法呢？歡迎評論、點讚、訂閱，我哋下條片見啦。